各位銷售商、小店老闆或者想同本地農場合作嘅朋友，大家好。你哋有冇試過本地農場主動聯絡你，介紹自己之後，心裏面都會浮現一連串問號？呢個農場究竟靠唔靠得住？佢嘅農場符唔符合我哋要求？其實問題沒必係農夫冇資料俾你，而係我哋有時唔知點樣去理解佢哋所提供嘅資料背後嘅信息。表面上好似比較基本或者容易理解嘅資料，例如農夫嘅背景、農場嘅歷史、主力種乜嘢，其實藏住好多關於農夫乜明確講出口嘅話。呢條片教你點樣了解呢啲資料背後傳遞嘅信息，去判斷想同你合作嘅農場究竟符唔符合你哋嘅要求。第一部分，農場檔案、農場故事，農夫願意抽時間去記錄低同分享佢哋農場嘅故事，本身已係正面信號。佢哋咁樣做，都表示佢哋應該想主動同你溝通，建立你哋之間嘅信任。舉個例，假設有個農夫介紹自己嘅時候咁講：我係農二代，我唔想荒廢老豆留低呢塊地，所以堅持繼續種菜，而且我決定唔落化學農藥，寧願人手捉蟲。呢種具體有個人立場嘅故事，反映到個農夫有幾真實，有幾投入自己工作。而且如果日後你想向消費者介紹呢個農場，你手頭上已經有可以直接用嘅宣傳物材。第二部分，耕作與認證。關於有機認證，如果農夫有本地有機認證並寫明咗認證編號，你可以直接去ORC嘅網站核實。但認證唔係唯一嘅信任依據，農夫冇有機認證又未必代表佢哋嘅耕作方式冇咁可靠。其實香港有好多做緊有機耕作嘅農夫，但因為認證成本高，唔夠人手去準備需要嘅文件，安排唔到需要嘅土地測試等等原因，而選擇唔去申請。咁冇認證嘅時候，應該睇啲乜嘢？就要睇下農夫有冇其他方法俾你了解佢哋嘅種植方式，有冇主動邀請你實地參觀農場。農夫樂意邀請買家去參觀，代表佢對自己嘅種植方式有信心，唔怕俾你睇。你實地去佢哋度睇個人係點嘅，農田狀態係點嘅，就可以喺半日內相對深入認識農夫，判斷佢哋符唔符合你嘅要求，佢對自己嘅種植方法有冇清晰嘅解釋。例如，我哋唔落化學農藥，原因係農夫能夠清楚講解種植方式嘅原因，表示佢對有機耕種嘅認識有幾深。第三部分，品種與產量，我哋亦都要考慮產品嘅品種同埋產量。特別品種，你可以留意農場有冇種啲市面上少見嘅品種，或者季節限定嘅蔬果，咁樣表示佢哋注重有特色嘅農產品，特別值得特色餐廳、文青小店或者精品有機平台嘅重視。稀有嘅品種或者有季節性嘅產品可以引起客人嘅好奇，係你可以用嚟吸引消費者嘅買點。產量嘅浮動範圍，本地農業好大程度上受天氣影響，係冇可能好精準地預計穩定嘅供貨量。如果你想同本地農場合作，要有心理準備會有斷供應嘅情況，所以你都要為呢啲時候準備好應變方案。第四部分，訂購與物流。物流往往係香港本地農產品渠道對接之中最常出現問題嘅地方。好多合作都係因為農場太偏遠，運送太困難而告吹。俾啲耐性，主動去了解農夫喺運送上嘅困難，同對方一齊尋求一個大家都方便嘅送貨方法。例如，有一個買本地產品嘅小店表示過，合作嘅農夫會定期去店鋪附近嘅地區，可以順路帶貨，咁樣就會對大家都方便，令到合作安排可以長期繼續。第五部分，宣傳材料、食用建議。其實除咗第一部分講過嘅農場故事，食用建議，例如簡單食譜或者同乜嘢食材配搭最好，亦都係吸引客人嘅重要資料。如果農夫可以提供呢啲資料，就可以直接用喺你嘅產品介紹或者社交網站啲 post 度，咁樣代表佢識得點樣幫你為農作物做宣傳材料，在銷售上有幫助。社交平台 Facebook、Instagram，社交平台上嘅內容
通常最能反映農夫最想俾你知道嘅事。如果佢喺社交網站能夠寫得出佢哋供貨俾邊間學校、店鋪或者餐廳，就代表佢哋已經獲得其他銷售商嘅認可，同埋可能比較熟悉物流上嘅運作。多謝收睇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實用，或者有任何意見，歡迎 scan QR code填份問卷，幫我哋做得更好。多謝大家。